歡迎大家收睇《自創未來》。香港政府近年一直推動城市經濟，透過舉辦各種嘅大型盛事、比賽、演出等等，將香港打造成盛事之都，希望以此帶動經濟發展。但同一時間，呢啲大型活動都會衍生大量嘅碳排放、環境污染。今日我哋邀請到 Riskory 董事總經理歐永元先生，同我哋探討下大型盛事同埋活動為環境所帶嚟嘅負擔，同埋有咩方向去應對嘅。Oswald 你好。你好。首先啦，點解活動產業近年越嚟越受政府同埋市場關注呢？我諗特別係疫情過後啦，咁我諗全部嘅國家或者城市都好希望無論係本土產業啦，或者可以引入一啲外國嘅產業去推動翻本土嘅經濟。咁我諗香港作為一個咁多年嘅一個金融嘅城市啦，咁另外產業亦都係好重要嘅。咁我哋亦都講我哋係盛事之都。咁啊產業係可以無論係內銷啦，或者吸引一啲外資過嚟香港投資，或者買我哋嘅產品或者服務，都係好重要嘅。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重點。明白。咁啊，活動產業其實對香港經濟發展有啲咩優勢呢？我諗特別係近排或者近呢幾年啦，呢個全球化嘅影響下啦，咁其實我哋如果純粹係出口，當然係好好啦。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引入到一啲好嘅投資者，或者因為佢哋嘅 product 或者 service 咧，可以帶翻嚟我哋國內或者香港作為一個推動力咧，咁其實係可以將資金引流，同埋可以將我哋嘅貨品從而間接去推銷出去咯。咁呢一個對於我諗除咗經濟之外啦，對於一個嘅旅遊啦，或者我哋成個嘅體系啦，都係一個好嘅宣傳作用咯。咁其實頭先你講到啦，其實呢個嘅活動產業都可以吸引到資金入嚟，亦都可以帶動到一啲嘅產業發展啦。咁但係咧，呢啲活動產業其實都係咪都比較高嘅碳足跡咧？係嘅。咁譬如據我哋嘅一個好著名嘅科學嘅期刊啦，叫做 Nature Communication， 咁佢哋都有做統計嘅嚇。咁譬如純粹係產業啦嚇，我意思係純粹係一個活動嘅產業，即係我哋叫做 event 啦。咁佢哋每年嘅碳排放咧，我諗你都有啲 surprise 會，佢係相等於美國全年嘅碳排放嘅總量。意思就係話有超過55億噸嘅碳排放，純粹係一個全球嘅產業。咁所以如果你話係咪一個好重碳排放嘅產業咧？係嘅。咁或者我可以再有一啲具體少少嘅數字啦。咁譬如話，大家都知道航空業界呢個運輸業、航空業已經係一個好重嘅碳排放啦。咁原來據頭先我講嘅期刊佢哋出嘅報告啦，其實佢哋係比航空業係大3至4倍嘅，嗰個百分比係佔全球嘅產業係10% 或以上，所以係嘅。你呢個問題係唔係太多人知道嘅嚇，咁亦都係我哋點解希望可以有呢方面嘅貢獻嘅原因。明白。咁啊，早前你哋宣布咗啦，即係香港首個碳中和活動管理計劃，其實成個服務係點樣運作㗎咧？我哋呢個服務計劃首先啦，我哋喺2023年推出嘅嚇，亦都係我哋 Riskory 首創嘅。咁過去大概做咗幾十個嘅活動啦。咁我哋一直咧就有同我哋嘅香港嘅 SGS 啦，一間國際嘅檢測公司啦嚇去探討。咁經過佢哋一系列嘅建議同埋我哋不停嘅改進啦，咁我哋亦都同佢哋已經係簽咗一個合作協議。意思就係話，香港已經有一套嘅計算同埋有個準則嚇，係可以做到嘅。咁而呢個點樣做方面啦，咁我哋通常分開3個部分嘅嚇。第一個部分就係前期啦。前期我哋包括會點咧？就係話同活動嘅舉辦者首先去了解成個活動有啲乜嘢嘅含量啦嚇，包括可能場地啦，包括運輸啦，包括佢嘅物資啦，或者我哋會唔會引入一啲綠色嘅科技？甚至乎去到佢哋嘅食物、飲品等等，我哋會建議一系列嘅低碳嘅措施。首先，我哋係先去希望可以減排先嘅。咁與此同時，我哋會喺初頭嘅階段去做一個預計估計。咁因為咧，我哋希望可以知道大概未來呢一個舉辦活動嗰陣時有幾多碳排放排出啦。咁之後啦，我哋初步嘅碳嘅計算之後，我哋會俾檢測公司嚇頭先講嘅。去核實一下我哋無論係個範圍啦，包括我哋嘅計算方法同埋我哋嘅假設，都會係俾佢哋去先過一次，去做咗一個
具代表性嘅核實先嘅。咁當中啦，我哋計完之後就會做一個，亦都係較為香港個概念好新嘅一個，我哋叫做預抵銷。如果英文我哋叫做pre-offset 嚇。呢一個動作有咩用咧？就係去有兩個主要大作用嘅。第一個就係防止漂綠，我哋叫做即係防止 greenwashing 啦嚇。呢一樣嘢就可以因為有啲企業或者有啲嘅品牌國際性都有㗎啦嚇，會利用咗 ESG 或者利用咗呢個碳中和嘅理念去做一啲唔係好正式嘅活動。咁我哋呢一個活動呢個舉動咧就可以做到一個防止漂綠嘅作用啦。第二就係當活動舉辦者希望宣傳佢呢個活動係碳中和嘅，佢哋就可以喺活動好早之前或者好前期就已經去向外宣佈。咁令到參與者或者公司或者活動舉辦者佢哋有一個好好嘅宣傳價值咯。呢個係第一個階段啦。咁好啦，到活動舉辦當日或者期間啦，可能會有一日或者幾日嘅。咁我哋會派人員落去睇返究竟我哋開頭計算嗰陣時，會唔會有啲嘢漏咗啊？會唔會有啲嘢嘅更改，或者因為可能活動，我諗阿咪咪你都好清楚啦。好多時活動會有啲突發性嘅改變嘅，咁我哋就會有同事落去跟翻每一個細節。咁好啦，到活動完咗當日啦，咁我哋會將所有現場收集翻嚟嘅實際數據嚇，後期就係話我哋去再睇翻我哋之前所預估嘅數據，無論項目或者我頭先講所有嘅嘢，有冇一啲嘅落差？如果有嘅，我哋會更正翻。咁咧我哋計算之後咧，就會再俾翻檢測公司去再核實一次，究竟我哋當日嘅嘢係咪100% 吻合，或者多咗少咗？好似頭先咁講啦。如果我哋嘅最後嘅碳排放計算係多咗嘅嚇，以我哋過去嘅經驗啦。咁係大概都係保持喺10個嘅百分比以內嘅，我哋就會協助舉辦者去買翻呢個碳信用啦。如果少咗嘅，我哋就我哋行內啦，就稱之為係一個叫做carbon negative，就喺好似我捐多咗錢啦，咁用唔晒咧，咁其實係當一個捐贈咁嘅概念咯嚇。咁再者咧就係我哋如果舉辦當日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個嘅我哋嘅碳中和證書嚇，同埋碳信用嘅證書會俾翻舉辦者，咁係可以作為一個當日嘅宣傳嘅嚇。大致上個流程就係咁啦。聽落流程都比較詳細同埋比較廣泛啦。其實呢啲活動其實可唔可以適用喺即係呢一啲服務啊？可以喺邊啲活動度適合咧？即係例如我哋呢個錄影廠，其實係咪啱用嘅咧？其實無論係大大小小嘅活動啦，因為 event 其實就係好廣泛嘅，大致乎可能係一啲嘅高峰會啦，國家級嘅高峰會，或者一啲好大型嘅活動啦，包括演唱會啦，包括運動盛事啦、體育盛事啦，好似過去嘅杭州亞運啊、奧運啊，佢哋都係採用咗呢個嘅概念，同埋實行咗做咗碳中和嘅。咁今日嘅錄影嘅呢個嘅活動啦，我哋都稱之為活動嘅。其實我哋都已經係之前就預計咗今日嘅碳排放嘅量，亦都可以做到碳中和嘅，冇錯。明白。咁其實點解咧揀呢個時間去推行呢個服務咧？即係其實係咪喺其他地區啊國家已經係推行咗？咁係因為咩原因令到呢一個時間點咧？其實活動碳中和或者叫做 event 嘅一個嘅叫碳中和啦，其實近年點解我哋公司先會諗向香港推出咧？呢個問題好多人都問過，咁我通常都會睇返就係話，其實一個活動咁究竟實行或者我哋預計實行嘅階段或者個效益係咪可以好快或者落到地咧？咁我答翻你就係話，因為其實過去啦，香港其實我哋係政府推動啦，譬如去翻2021年啦，我哋嘅前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教授佢就喺2021年已經落實咗香港氣候行動2050年呢個嘅藍圖，亦都推動緊。咁但係你話去翻10幾年前，其實香港對於 ESG 或者減碳都唔係太多人知。一路推動之下，直到去到譬如好似頭先我講過啦，東京奧運啦、杭州亞運啦，
原來咁大型活動都做到咩嚟㗎？有啲可能市民係嘛？咁再包括過去幾年嘅綠在區啦嚇，咁開始大部分市民都有呢個認知啦。咁我哋就覺得，咦，市民開始都知道呢一樣嘢，咁之後我哋咧就去諗幾時係可以開始實行咯。咁所以我哋喺2023年嗰陣時就覺得係時候去可以推動啦。無論係從大企啦、政府啦，咁再講多少少就係譬如舊年年尾、今年年頭啦，香港政府亦都做咗一個大型嘅減碳行動嘅，叫做香港減碳行動嚇。咁亦都喺年頭嗰陣時咧，亦都有做到呢個叫零碳演唱會。無論係可能綠在區可能係通常啲爹哋媽咪去嘅，咁零碳演唱會亦都吸引到好多年青人去。咁我哋亦都係其中一個支持公司機構。咁所以我哋覺得呢1-2年我哋就覺得係一個合適嘅時候啦。咁最後都想問埋啦，其實呢項嘅服務係可以為到活動主辦方咧有啲咩嘅效益咧？其實呢一個就有幾大方面嘅嚇。第一啦，我哋可以從舉辦方嘅公司形象啦嚇，就可以同大眾去宣佈，或者同佢哋嘅參與者去宣佈，我哋呢一個活動，我哋呢一個嘅譬如話佢嘅 annual dinner 啦，或者一啲嘅公司舉辦嘅活動啦，無論大小型啦，就可以話我哋咧就冇令到環境有一個額外關於喺呢個環保方面嘅負擔啦嚇，亦都係對於公司個品牌形象好好啦。第二方面就係因為我哋當中咧會提供一啲唔同嘅服務啦、意見啦嚇，去取代一啲傳統嘅物料或者傳統嘅技術嘅，咁亦都係令至我哋業界叫做範圍3啦，即係下游嘅供應商，等佢哋去知道原來做低碳轉型呢一個嘅動作或者呢個嘅鋪排，原來係有生意做嘅喎。第三個方面就係從呢個企業層面，佢哋係一個教育嘅角度，去話俾大家知，原來綠色轉型係一個咁重要嘅一個議題。咁可以從呢幾方面，我覺得都對企業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推動力。好啊，唔該晒 Oxford 嘅，我哋先傾到呢度。